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避孕解碼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 Jessie。早排睇 Threads， 有個都幾多人講嘅話題咧，就係關於口服避孕藥會唔會增加血栓風險？有啲人覺得都係提醒下大家注意風險啫，有咩問題呢？但另一邊廂咧，就有人覺得一啲少數案例俾人過度渲染，直指對方係危言聳聽，製造恐慌。到底邊個啱邊個錯呢？要理性咁分析呢個問題呢，我哋首先要理解相對風險同埋絕對風險嘅分別。我哋可以想像天氣預報話落雨機率增加咗3倍，聽落好似好多，但如果實際係由1% 升到3%，雖然相對係增加咗好多，但係實際上落雨嘅機率其實都仲係好低啊。咁我哋翻嚟講翻避孕藥同血栓嘅關係啦。其實好多醫學研究已經證實，服用含有雌激素嘅口服避孕藥，的確會令靜脈血栓栓塞嘅相對風險提高大約2至3倍。不過咧，大家要記住，對於健康嘅年輕女性嚟講咧，呢個風險嘅絕對數值其實仍然好低，大約係0.03% 至0.15%，即係每1萬人之中，大約有3至15個案例。我哋可以再將呢個風險同懷孕期間以及產後嘅血栓風險做個比較。懷孕期間嘅風險大約係0.05% 到0.2%，咁產後嘅風險咧就大約係0.4% 至到0.65%。換句話講，懷孕同埋生完 BB 之後出現血栓嘅風險，其實係比口服避孕藥所帶嚟嘅風險仲要高。大家係咪覺得有啲出乎意料呢？我哋再用一個簡單嘅比喻嚟講下風險數字嘅真實意義。想像下你每日都行路返工，路上面偶然會有啲石仔棘親你，服用避孕藥咧就好似條路上面多咗幾粒石仔，你棘親嘅機會就係增加咗幾倍，即係相對風險上升。但係整體嚟講，你棘親嘅機率咧仍然好低啦，即係絕對風險低，就好似你唔會因為間中有石仔而唔行路一樣嘅。我哋都唔應該單單因為避孕藥有風險而完全排斥，咁講唔代表可以完全忽視血栓風險嘅存在，特別係肥胖、有吸煙習慣、年紀較大或者有血栓家族病史嘅女性，就更加需要特別留意。總括嚟講呢，我哋要理性看待數據，分清楚相對風險同埋絕對風險，唔好俾一啲單方面嘅資訊嚇親。最重要係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喺服用避孕藥之前，最好都係先諮詢醫生嘅意見。好啦，今日避孕解碼嘅節目就講到呢度。你哋對口服避孕藥嘅風險仲有冇其他疑問呢？或者有冇其他避孕方法想我哋解碼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。